和富社區共享成立嘅初心，就係希望透過建立緊密嘅社區網絡，凝聚大家嘅力量，分享資源，一齊服務同建立我哋嘅社區。我哋一直相信，只要人同人之間多一份關懷，社區就會多一份連結。和富社區共享由2019年起舉辦家系團圓項目，透過多元化嘅社區活動，深化屯門、元朗同天水圍居民對社區嘅歸屬感，提升公民意識，同時培養小朋友嘅品格。2025年，我哋首度舉辦咗人生第一堂小學課，俾區內幼稚園嘅小朋友體驗小學生活，透過特別設計嘅課堂，生動有趣咁將品格嘅種子種入佢哋嘅心裏邊。今年我哋仲加添咗說品格親子活動系列，好多謝區內嘅幼稚園同埋校長嘅大力支持。我哋咧設計咗一個戲劇嘅情景啦，幫助小朋友用角色扮演嘅方法去學習一啲好重要嘅原則。咁佢哋藉住做戲啦，同埋玩啦，佢哋對呢個原則咧就好印象深刻啦。咁比起就咁講故事就咁聽咧，係真係有效好多嘅。好開心可以再一次得到和富慈善基金會嘅邀請啦，咁再次嚟做一個陶藝說品格嘅活動嘅，咁睇到小朋友都玩得好開心，好投入啦，甚至乎請媽咪你唔使幫我噶啦，我自己做就得噶啦。咁其實已經達至咗我哋嘅目標咯，小朋友好有自信同埋好投入喺呢個活動裏面，希望出年可以再一次嚟到呢度去推廣陶藝活動嘅。咁我哋咧嘗試透過遊戲咧去幫小朋友建立佢嘅品格啦。咁遊戲咧係一個比較自然嘅方式，亦都係配合咧小朋友天生中意玩嘅呢一個特性。咁喺遊戲裏面咧，小朋友去專注力提高啦，而令到佢嘅學習能力咧同時都會提高，令到我哋咧喺當中我哋想要去學嘅嘢咧就更加去事半功倍啦。衷心多謝大家一直以嚟嘅支持，我哋誠意邀請大家一齊為社區注入正面嘅力量，一齊建立一個和而富足嘅社會。